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Lotus New Channel， 我係 Ethan。今日特登揀咗5款最值得一試嘅 Web3 遊戲介紹俾你哋。無論你係新手定資深玩家，都可以了解一啲獨特玩法同賺錢機會。一齊睇下佢哋有咩特別。首先嚟講，第一款 My Neighbor Alice。呢個遊戲係基於 Chromia 區塊鏈開發嘅虛擬世界模擬遊戲，靈感嚟自任天堂經典 Animal Crossing， 但加咗 Web3 元素，超適合鍾意休閒建造嘅玩家。想像下，你可以買塊虛擬土地，種花、建屋、養寵物，仲可以同全球玩家互動交易。遊戲內嘅土地係 NFT 形式，用 ALAS 代幣嚟買賣。玩法方面，遊戲分咗幾個島嶼，每個島有唔同主題，例如熱帶島、雪地島。你可以用遊戲內工具收集資源，建造自己嘅夢想家園。Web3 特色係你擁有嘅 NFT 土地可以出租俾其他人，收取租金收入，或者參加社區活動，贏取限量道具。最近更新咗多人合作模式，你可以同朋友一齊設計婚禮場地，或者開 party。呢個遊戲已經有超過10萬活躍用戶，土地價格由幾百美金起跳，升值潛力勁大。總結嚟講，玩 My Neighbor Alice 就好似擁有自己嘅元宇宙小屋，邊 relax 邊增值。好啦，休閒完，第二款嚟啲刺激。Stargrid Battle Tactics 係一款太空格仔策略戰棋遊戲，用 Polygon 區塊鏈做後盾，玩法係1對1嘅回合制戰鬥，戰鬥場面華麗到爆。遊戲背景係一個星際帝國，你控制一支艦隊喺格仔地圖上佈陣，移動單位攻擊敵人。地形會影響攻防，例如山地增加防禦，水域減移動範圍。玩家可以選擇擁有獨特技能嘅太空英雄，透過計策嚟決定戰局，唔單止比拼運氣，更多係努力對決。每場戰鬥贏咗，可以鑄造獨特嘅戰術卡 NFT， 呢啲卡可以喺 OpenSea 交易，價值由幾蚊到幾千不等。新手可能要練幾個鐘先上手，但一旦熟咗，癮頭勁大。遊戲提供排位賽、每日挑戰同錦標賽。2025年更新咗跨鏈功能同其他遊戲聯動。如果你係喜歡用腦同其他玩家鬥智鬥力嘅話， Stargrid Battle Tactics 係一個非常值得嘗試嘅遊戲。第三款 Isekaiverse Mystic Battles 都係回合制策略遊戲，靈感自輕小說轉生題材，係異世界卡牌戰鬥。遊戲用 Immutable X 區塊鏈，畫風日係可愛，但戰鬥硬核。你被召喚到異世界宇宙，收集神秘生物卡牌，組成套牌對戰。佢嘅卡牌豐富多樣，超過500張，每張都係 NFT， 有獨特故事背景。玩法係回合制卡戰，抽卡、出招、combo 連擊，贏咗可以合併卡牌，提升稀有度。喺市場賣賺 ISC 代幣。P2E 有每日錦標賽，冠軍獎金池過萬，社區活動設計新卡，參與有分紅。2025年加咗故事模式，單人推劇情解鎖隱藏卡。總之 Isekaiverse Mystic Battles 係卡牌迷天堂，轉生致富，玩出動漫魂。講完策略，嚟探索冒險。第4款 Seekers of Tokane， 呢個遊戲係一款開放世界 RPG， 開發團隊用 Avalanche 區塊鏈，故事設定係一個失落古文明 Tokane 大陸。你係一個尋寶獵人，尋找神器，對抗黑暗勢力。遊戲強調沉浸式敘事，超過50個支線任務，每個都有獨立結局。玩家嘅選擇會影響 NFT 道具嘅屬性。Web3 創新係魂魄系統，你嘅角色係 NFT， 可以自定外觀、技能樹賣俾其他人繼續故事。玩法超豐富，第一，人稱視覺，探索叢林、遺跡、地下城，用弓箭、法術、戰鬥 boss， 收集資源、煉製裝備，仲可以組隊 raid， 分享戰利品。經濟模型用 TOK 代幣，任務獎勵、市場交易都靠佢。遊戲設計鼓勵玩家不斷挑戰自我，培養自己隊伍實力。整體嚟講， Seekers of Tokane 係 Web3 RPG 嘅典範。戰鬥系統講求策略同計算，非常適合鍾意角色扮演同策略挑戰嘅玩家。最後一款壓軸嘅係史詩級大作，就係 Rohan Global 啦。遊戲繼承咗經典嘅 Rohan 系列，以硬核嘅 PVP 戰鬥著稱。遊戲使用 Cross Protocol 鏈，結合深度 MMORPG 玩法同玩家驅動經濟，支援跨平台嘅 PC、iOS 同 Android。
故事延續中土世界風格。你扮演嘅勇士喺 Rohan 大陸抗擊獸人入侵。遊戲內5大種族加上5大職業，分別有坦克型騎士、刺客、治療者、射手同龍戰士。各職業玩法多變，適合組隊協同作戰。特色就包括大型公會戰、PK 場同領地爭奪，戰鬥刺激緊張。Rohan 2嘅經濟以 Ruby 代幣為核心，玩家可以透過打怪、完成任務同 PVP 活動賺取代幣，並且有自動戰鬥功能，方便日常練等，適合鍾意經典 MMORPG 又想涉足 Web3 賺錢玩法嘅玩家。今次講解嘅5款 Web3 遊戲，橫跨社交建設、策略戰棋、角色扮演同硬核 MMORPG， 絕對有一款係啱你心水。如果你鍾意今次嘅介紹，記住 Like 同 Subscribe， 我哋會繼續為大家帶嚟最新、最全面嘅區塊鏈遊戲資訊。留言同我哋分享你最想試邊隻遊戲，或者有咩好推介都可以講聲嘅。下集見，拜拜。